3版本即將嚟㗎啦，下空同埋暫離我都想抽，但係我唔夠石頭，咁所以想挑戰一下自己，究竟可唔可以喺9日嘅時間入面，淨係依靠守望人成功突破心塔？即刻開始我哋嘅 2.2 版本零課金突破心塔挑戰。另外喺呢個挑戰入面，我會俾自己一個限制，我淨係會抽新手卡池同埋守望人，而守望人一旦抽到0+1，所有嘅石頭我唔會再用。話咁快就嚟到我哋最中意嘅抽卡環節啦！喺抽卡之前，記得拎晒郵箱所有嘅嘢。好啦，究竟我第一個10抽會出現啲乜嘢呢？都唔錯啊，起碼係隻3話。廿抽究竟會出啲咩俾我呢？Oh my god！奶媽嚟啦，俾隻奶媽我啦！我婆你阿摩，你咁多個嚟唔俾我哋俾呢隻我？唉，冇計啦。咁依家只可以繼續推主線、開寶箱、開地圖。目前開荒就用住呢一隊先。我打死都唔會擺隻線上。直到我睜開雙眼逃入這個世界，媽媽給我生命，現在讓我自生自滅，這讓我恐懼。在我的眼裡，每個人都戴着面具。回想過去，難道生命就是這樣延續？我抽煙抽得我的肺都黑了，就像整個社會被人心籠罩着，它也是黑的。我背着宿命的十字架，也渴望把我賠本。Respect， 我想這大概就是 human nature。青龍と共に戦え！千祈唔好唔記得將主角嘅等級升高少少，因為不論中期、後期，佢都係我哋嘅唯一主師。星鞋方面呢，前面有啲咩裝咩啊？不過最好當然就係浮星套裝。我普通話太普通，怪笑時候不用功。我喜歡你卻不能溝通，今晚在我心中卻卡在喉嚨。我普通話太普通，怪笑時候不用功。我說廣東話你聽不懂，你在聽唔識講。開箱都開到七七八八啦，只係睇一睇我哋嘅第一抽會抽啲乜嘢啦。OK， 繼續講。姑娘，怎麼不走過來？對面的女孩都已經看過來，看過來，看我心花，為你多多的拍。我想帶你去山頂看夜景，我要帶你去中環 shopping， 你要去邊我就去邊，這些話怎樣說才行？辛辛苦苦又湊夠10抽啦，睇下第20抽可唔可以出隻金俾我啦？唔錯啊，起碼俾隻3話我，提早滿命，唔錯唔錯。依家抽埋新手錢，睇下可唔可以喺保底之前出到一隻俾我呢？喺第一日入面，有一個地區已經探索到7788啦，並且將個等級升到15 level。聽日繼續。如果我 fans 數目可以達到100個人，無論我挑戰成功或者失敗，我都會將個賬號送俾其中一位 fans。仲唔快啲分享出去，可以免費攞到一個多石嘅賬號喎！